来关心外交部的消息，外交部伫昨透过面册分享，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外国媒体专访的谈话，也阁有民众留话加恐吓。这个吴钊燮伫去年7月15接受法国国家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的访问，访谈内容伫今年5月7日播出。这吴钊燮伫访谈的时，警告讲台海若真正发生战事、发生战争，对全世界经济影响将比俄罗斯加乌克兰的战争更加严重。也阁外交部官方这个粉丝也就是民众的专业打出咧分享文章了后，出现真侪负面的这个留话留言，甚至有民众呢，就威胁这个吴钊燮。这吴钊燮呢，伊前后有告摆，对着这个代志，外交部长包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讲，这个外交部早起已经甲警察局备案，并且同步加强外交部部长相关的维安措施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